今天在歌谣时间里，为您邀请到了一位响叮当的闽南语歌王，我们欢迎洪荣宏先生。哇，是人真好。 我是男子汉，若要予人尊重你，就爱得成对人。做人就爱空口朋友兄弟相疼人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忙，男子汉。 有啥物通可计较？有啥物通去怨叹？哦，唱得太好了！哪里？哎呀，阿你好，你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哎，还恭喜我！看到你主持节目，我就非常的高兴。哎呦，你恭喜！我见到你，我真欢喜，是稀客啊！你这久无看。哎呀，真久咧，甲喊你讲，甲电视机机头前来见面啊呢，真问好，真。你讲语就好，讲语就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嘿，这年话你是走喺倒位去啊呢？啊。 啊，都拢嘛咧生活啊，嘛咧啊，生活啊，简单啊，大家嘛咧生活照三顿咧推安尼。拢嘛生活。你这个歌声袂使互恁歌咧等真久。是啊，足侪人拢咧问啊。哎，是，你这老歌唱了好，流行歌你嘛唱了好，因为你歌路较顺，唱出来安尼，不管是这个啊，属于文静一点的，喜欢听享受派的啦，还是一些成年的观众听了拢拍在心肝。其实咱两个吼歌路差不多啦，歌路拢差不多。你嘛是属于足顺的歌路。我的歌路。你的年龄层也是跟我一样，低的很低，然后到年纪很大的，哎呦，都可以接受。不怪你受人欢迎，是讲话太坦白。哎呀，那和尚咧学落是啊，今仔你是歌王来个这个，你歌谣时间请了你啊，实在是让他正中下怀。我要。哎，评论先讲你的歌我爱听。 那你伯父恁爸爸的歌，吼，尤其你来唱起来哈，虽然秀场中啊，我嘛定来咧唱。哦，你定唱爸歌？嘿，感觉讲啊，洪一峰的歌也是洪永峰表达的，无影，我感觉你嘛唱了袂歹，你爱倒一条？我感觉你爸爸迄条叫做《古井秘密》，我来定来唱。哦好。今仔日来个节目中呢，唱看卖好不？啊，互人诠释一下，比较看卖啊。哎，现场呢就是一些好对，哎，一些家庭主妇们，现在歌能陪伴我们的岁月中相当长的时间了。来听看卖，洪永峰唱一条。 古井秘密。伊愿说出手要放乎袂记你，古井秘密每日较想也是你，明知你是用花水心，因可偏偏对你钟情。想你想。 想你目屎流，真无简单呢。哎，你这首歌你唱的口味比我较好咧。哎呦，无样，你敢若无啥用到力安尼吼，轻轻安尼唱咧。啊，但是红棍来春家长啊咧。哎呦，你给音有给阮的气氛呢。 观音玩到观音的这个，我感觉你的气氛袂歹呢，我较听你这种气氛。你啊，无气啊，学到刚才恁爸爸的歌呢，大概小情的唱啊。是啊。哎呀，说的这些歌啊，这刚才这是怀旧的歌曲。对。那跟着流行歌啊，你唱红的也不少。有几条的卡拉 OK 点唱冠军的。什么歌？春天那这样的歌。春天那这样的歌。但是这条歌我小可有意见呢。啥歌？我感觉这条歌唱起来哈，有当时也唔知是作词作曲哈，大概去忘去啊呢，因为很多的扣了啊。 又有的是跟别的歌听起来似曾相识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很多歌曲都是这样子，有的和弦的进行都差不多。对。它其实有一点相似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它都一条做讲啊。是我想讲，我一时歌名想袂。我绝对要调出这个响手。啊，你先唱，我慢慢想看。哎，这条歌刚才异曲同工之妙。真的。头一拍你唱，第二拍我来想看卖歌词，怎个合唱落去。哎，唔通叫我看照片呢？
哦，你唱你，我唱我一歌两唱啊！好好好，试试看，来试试看。春天来见你歌，大家欣赏，谢谢。为着彼是一句话，付出了代价。如今想要来解释，全然无机会。爱你永远袂反悔，只是心难过。感情已经出问题，是缘分将咱拆散，爱我变甲这孤单，是命比咱无依无我，忍受寂寞的拖磨，明知你要离开我，只有紧紧看，身边无人通作伴，春天哪会这？如果你爱上他，要让他知道。这几条歌哦。花无百日好，爱花要趁早。如果你永远袂伤害，只是心难耐。爱我变恰恰孤单，是命我无依无我，只受着寂寞的拖磨。如果你要爱上他，要让他知道，心边无人通作伴，春天哪会这呢寒？身边没人来作伴，春天哪会这呢寒？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想要到一歌两唱了呀！哎，太厉害了！把把把那这条歌那跟这条同款呐！哎，这也难为这些作词。这是不是爱加歌啊？这没要紧，因为这个扣了对吧？想要到那几个，真的一模一样。哎呀，可以编出这样两首好听的旋律。哎，这是太厉害！这个，不晓得你相不相信一些这个这怎么讲？一些说法哈。一个歌声好的人呐，也算是功德无量。
真的。哎，在这紧张的生活中啊，那些歌曲啊，能把我们的歌声啊，这个把人性的这种感情的喜怒哀乐，对，哎，这个根据人性写出来的歌曲啊，对，唱出来打动人们的心弦，对，这些不简单的，可以听见了，消除疲劳。那么我们的工作室成立，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张唱片这个什么方向？这首歌是阮爸爸做给我唱的。哎呦，那是跟北京合作的哈。啊，搁一件代志，阮弟弟甲我搬走，哎呦，他编曲的。哇，那规家伙，规家伙，探个脚。我看到吗？那呢，我们来这样子好了。好的。刚才介绍了一些怀旧的歌曲，还有你自己的流行歌。接下来就听洗耳恭听你这首这个精心设计。歌名叫做《康苏鸾》。康苏鸾，空思恋那样。对，康苏鸾啊。康苏梦想安尼啦，康苏梦想。啊，我嘛甲人家赶快，坐在边上慢慢来欣赏。欣赏昂永红带来他的新歌，歌谣时间内介绍一首新的歌曲，昂永红的歌曲。哎，康苏鸾，谢谢。谁来哀怨？听着心茫茫，可比在眠梦，唱出歌声来好梦。想起你甲我约束的小纸，海水的大石头。谢谢洪荣宏今天在节目中来介绍这么多好听的歌，我应该请爸爸们来就咱的节目。没问题。哎呀，好，今天歌谣时间相当的成功，谢谢洪荣宏的光临。